选举最后一天，台南市中西北区市议员候选人陈怡丁用家己的脚一步一脚印，搁一摆行遍家己的选区，伫立法委员陈廷辉的陪同之下，来到北区府城隍庙参拜，祈求这摆的选举会当一切顺利。其实每一次拢是用徒步游行的方式就是讲沿路甲咱所有乡亲时代最后的催票因为以前即摆大家拢讲这运动算的但是呼声高不代表稳当选那而且再这样下去分票分过头，以前很担心会变成落选头啦所以最后佮大家催票，拜托大家集中选票，全力支持3号陈怡贞。现场自治上百名支持者抓牌啊帮忙斗宣传。陈怡丁面临分票危机，让立委陈廷辉非常的烦恼。那其实我感觉的是选情真的很冷，所以如果没有大家的催票、拉票、顾票，我相信每一个人谁都没有把握可以当选。尤其现在所有的所谓分票的留言，然后非常的多，而且民进党很清楚，常常都有这个状况，就是呼声越高，然后就变落选头，因为票都被分光了。我们一定要拜托大家，我们要用一步一脚印的方式，拜托大家，拜托大家一点爱，把每一张选票票票入柜，这才是最重要。而且票票入柜才能真的保住我们优质的议员，否则开票出来，我相信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再去挽回那个结果。陈怡丁的游行队伍为府城隍庙出发，大约行12公里。沿路上有人放炮啊来热情欢迎。立委陈廷辉摕着麦克风，向台南的乡亲时代大力催票，恳求大家爱支持陈怡丁，莫互伊成为遗憾，爱互伊当选。台南新闻杨爽华采访报道。